川普的对顶关税要对咱台湾扣到32%重税，这美国媒体嘛有告讲，咱台湾对美国出口会减少63%左右。咱行政院嘛发布新闻稿，强调美国关税是无合理的，会甲美国来继续沟通。院长邓英嘛表示讲，今仔日来公布应对机制。美国总统川普，美国当地时间4月7日正式公布对各国的对顶关税，采取相同设计，对所有进口商品扣10%的全面关税，对表现无好国家扣附加税。台湾是被点名，对美国扣64%的关税，所以反倒转来做到扣税32%的关税。其实放在整个亚洲来看的话，我们其实跟我们的竞争对手来比，我们都是比较高的。基本上这个税率课下来，其实对整个台湾不管是金融市场或是产业的信心，我觉得都会产生蛮大的冲击啦。新政策按算4月7号就要生效，不过美国就是台湾第2大出口市场，专家推估后续出口引进会继续运转非常困难。另外，台商重要生产基地，比如越南、印尼等地，拢被挑关，受到真大冲击。各美国财经媒体推估，若扣32%关税，台湾对美国出口可能减少差不多是63%。恐惊和 GDP 减少3.8%。现在目前为止看起来，美国商务部对 ITA 这件事情还是比较模棱两可啦。就是说，我觉得，但是你不需要敲锣打鼓去沟通了，你私底下赶快去跟他们沟通。因为台湾电子业过去受世界贸易组织的资讯科技协定保护，甲美国维持 ICT 产品零关税待遇。2014年，台湾对美国出口的集体电路金额达到77亿美金，甚至受保障，美方态度暧昧。目前是表示钢铁药物甲半导体这项目暂时应排除。对加拿大跟墨西哥，如果说符合这个 USMCA 原产地规定的话，还是能够持续享有这个优惠。所以现在看起来，川普应该是要建构他自己所想望的一个 mega 供应链啦。美国商会也表示，呼吁台美双方伫面对愈来愈复杂地缘政治的时阵，继续深化双边贸易甲经济关系。另外，行政院长杜英泰也伫面册发文强调，已经伫经济方面来应行策略，就等政院公布各界继续关注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